大将军他们追上来了！我害怕！太后娘娘，怎么了？冉冉，我求求你了，太后娘娘平时待你不薄，请你放过她吧。柳儿，退下。 太后娘娘，皇上，请跟冉冉回宫。放过皇上，我跟你回去见将军。太后娘娘，你带皇上往山上跑，我来阻止他。柳儿，那你小心。冉冉，你可放过太后娘娘吧！叛徒，就要打死你！皇上。 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站！皇上！皇上，你怎么变成孙悟空了？这叫腾云驾雾！皇上，你快下来！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六儿怎么跟太后娘娘交代啊？皇上，拓跋将军虽然篡位，但你好歹也是一国之君呐！啊，皇上，啊，那好吧。六儿子，你还是那么笨！哎，哇！哎，来，快看！ 哇！哎，柳儿，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这不会就是风昭仪娘娘说的那个现代吧？啊！我是拐了皇帝。 到现在吗？柳儿，怕什么？抬头挺胸，朕难得微服出巡一次，受万人敬仰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走！哎，皇上！ 什么地方呀？哎呀，皇上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这是何物？怪物！这天下竟然有怪物！阿皇，我的。皇上，你要干什么？不要过来！朕！休狗碎大事！哇！嗨！美。皇上。给。啊！哎，皇上，你哎，我月之下。疼！哦，朕明白了。
神无畏，保驾护航。这位公子啊，请问你尊姓大名啊？福生。福生。福生，担驾。是。啊！哇，这里的风景实在是太美了。皇上，母后，太后娘娘，灵儿给您请安了。说，那我下来。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，灵儿在这儿。太后娘娘，啊，母后怎么成这样了？太后娘娘好像被妖魔困住了，她听不见我们叫她。啊，太后娘娘，我们在这儿。朕看她并非母后，只是长了相而已。皇上，这种大逆不道的话，万万说不得。皇上，柳儿想起来了，皇上，以前柳儿常听冯昭仪总是说什么为现代。看这一天的遭遇，柳儿突然觉得，这儿就是他说的现代。冯昭仪，你是不是在这儿啊？柳儿好想你啊！柳儿啊，父皇他突然就消失了，而且下落不明，会不会也在这里呢？有可能。冯昭仪娘娘曾经跟我说过，说她要把先帝拐到她那个现代，好好的凌辱。啊！欺君罔上的妖物，皇上，冯昭仪，这出了酒错！皇上，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！柳儿求你了，冯昭仪待柳儿是极好的，皇上，柳儿求你了，看在柳儿的面子上，不要诛她九族。而且，如果冯昭仪说的是对的话，那么太后娘娘可能就在这儿。大胆妖孽，你给我放了我母后！不然这就诛你九族！皇上，我们小声点儿，太后娘娘可能是被那个黑匣子给困住了，我们要想办法把她的肉身给救出来。肉身，母后，儿不孝，大姐救不了您了，儿不孝，儿不孝，母后。皇上，我们一定要把太后娘娘的肉身救出来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对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宝宝，睡我。小心状告太后娘娘，说你欺负人，是你的罪。睡。你耍流氓啊你！苍天啊，大地呀，小柳儿的命劫可不能毁在你身上！流氓，你在干嘛？睡。
小朋友，你们都是什么人？你们是在拍戏吗？可是我没有看到你们的剧组呀。拍戏？乞丐吧？乞丐？乞丐能穿成这样？我看街头卖艺还差不多。街头卖艺。站着一身至尊黄袍，如今到了这现代，就成街头卖艺的啦。挺有意思。看什么看？大胆刁民，还不下跪！自乃九五之尊，还不下跪！你们怎么能这么嘲弄皇上呢？岂容你们这些刁民嘲弄！喂，他们怎么穿成这样啊？嘿嘿，所谓入乡随俗，我们要变身，变身，变身！嘿嘿嘿嘿！哎呦，这干嘛呢？美味可口，经济实惠，欢迎光临。实惠还来你本店特别优惠，最近啊还推出了新产品。好不好吃啊？一定要来在那里招待我们呀！啊，小帅。哎呀，我到你们家店能不能看到你啊？我们拿着这个传单去你家吃饭，能不能有优惠啊？就是啊，给我便宜点。亲爱的各位朋友们，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，欢迎你们来等一个人吃饭，等一个人吃饭优惠多多。来，哎，给我来一张这个。帅哥，好，我看看。一定要来啊，优惠多多。来呀，来呀！小鬼，你站住！撞人怎么不道歉呢？快跟我道歉！大胆刁民，给我放开朕！哎，这现在小孩真是无法无天啊！好，就算你是皇帝，君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快跟我道歉！朕不说，你给我放开朕！来人，干嘛去？小孩，你什么人啊你？皇上，对不起。皇上，二位下客，皇上乃千金之躯，请您放过皇上。上，来，不说，胸口最大声。姐姐，什么姐姐？姐姐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姐姐啊！哎，你说走了，在大街上你欺负小孩，你好欺负！喂，你也躲着点啊你！怎么了？没事，发传单吧。芳芳，我传单都发完了，棒棒。我虽然发了一半，但昨晚我在网上发了电子版，效果应该比他好。黄辉，你简直就是卑鄙！你们两个都很棒。哎，有你们陪着我，帮着我，我真的是好幸福啊！你今天有空吗？有空，要不我们仨，我们两个去逛逛街吧。我都好久没有去买衣服了。多此一举，老板都不看你，穿什么重要吗？王辉，怎么了？洗耳恭听。没事儿，你要是闲的没事儿的话，就把这些传单都发完了再回家吧。人犟。辛苦你了，我们下次再约啊。走喽。峰峰，你看这条和这条，你觉得哪条好看？对不起啊，只顾着自己挑，都没问你想要什么。都挺好看的，不关你的事儿，快挑吧。这样吧，你挑一个，我送给你。这个就挺适合你的，就这个了，我买给你。这么大方？必须的。那我可不客气了。
小姐，我们也没太多留意，而且您之前也没有交代说要买，所以我不管，我今天就是要买那条白裙子。哎呀，算了吧，那个人应该还没走远，是什么人买走了我那条裙子的？是个男人，男的，是不是高高瘦瘦大长腿？是又高又瘦，而且看着还有点眼熟，好像之前电视里见过。是的，是的，肯定是他。哇，哎，小姐，您挑的都是本季限量款，请问您还要不要？是你吗？真的是你吗？迷幻，真的是你吗？站一下，站一下。碰瓷儿的吧？这女的怎么倒这儿了呢？不会吧？这怎么回事呢？没事，别多管闲事了吧？散了散了，哎，是不是应该叫救护车呢？怎么都走了？别管别管。地是滑了点，可摔成这样也真够蠢的。救我！哎，这是谁的人？赶紧过来认领了！我不认识他。帮忙，我走把他挪走吧。哎，先生，帮搭把手吧。你看这。算了，日行一善。小公狗，你醒了？你没事吧？医生竟然说你一点事都没有，摔这么大跤，连个片子都没有拍，说你醒了就可以出院。我去投诉他。我真的没事儿。真的？是你送我来的医院吗？护士说是一个好心人送你来的，没留联系方式就走了。静静通知我过来的，她去办手续了。难道是我花眼了？如果是李欢的话，他不可能不管我的。谁不管你啊？来，喝点水。我自己来。哎，对了，你刚刚做梦的时候一直喊小公狗，小公狗，是你宠物吗？对，宠物。原来你跟我一样喜欢养狗啊！哎，它在哪儿啊？它……但愿他不是在跳
插床舞吧？插床舞？嗯，就是，咦，我干嘛多管闲事，惹得一身晦气？哎呀，流得我一手口水。哎。 那你就先过去，我在那边等你。好吧，行，那你就在这等着我吧，我很快就回来啊。喂，阿宇，你在哪儿？你好，挂一下号，快来救我！填一下单子吧。哦，忘记问他拿社保卡和身份证了。嗯，人呢？吓死我了你！怎么了？怎么又戴上皮手套了？皮肤又开始老化了？哎呀，别说了，赶快走，赶快走啊！不是老大，要不要我打个电话给那个私人护士，让他赶紧过来？啊？不用打了，电话来了。喂。 喂，你跑到哪儿去了？我到处找你，你知不知道严重老化会暴毙的，会暴毙的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自己可以解决，谢谢你了，再见。什么怪人呢？不是怎么回事？不就去了一次商场吗？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我也不知道今天犯哪门子神经，居然救了一个蠢女人啊！ 哎，你别流口水啊！你把嘴闭上！哎呦，求你了！哎，就麻烦你们了。他怎么会这样？他刚才在商场摔倒，后脑勺着地，给他做个 CT 吧。好。啊，这个，他的包。先生，你的手。 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什么怪人？希望他没事就好。什么味道？好香啊！啊，我可以喝吗？不可以。当然啦，刚才还说等你一起喝呢。那我就不客气啦。
我知道这些都是你给冯峰准备的，但是这么多他一个人也喝不完，你以为他是水牛啊？我就是不知道冯峰喜欢喝哪种，所以让我爸爸拿手的都做了，让他尝尝看嘛。亲爱的，你可千万不能嫁给他。你要是嫁给他，天天都得喝汤进补，那不得水肿、脸肿、脚肿，全身都肿，一定会胖成一只猪的。别喝了。哎，切！你，我宁愿把自己喝肿，我也不能浪费水资源啊，对吧？好啦，这些都是黄辉和他爸爸的心意。麻烦你爸爸了，真不好意思，替我谢谢他，也谢谢你，真心的。你的真心我收到了，以后别再说谢谢了。什么情况啊？我爸说你后脑着地，要喝点猪脑补一下。猪脑？你有没有眼力劲儿啊？都被你喝完了。对啊，我近视啊。你，亲爱的，这种男人真的不能嫁，太小气了，肯定会亏待老婆的。我小气是吧？小气给你看，来吐出来。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不仅很小气，你还很恶心。我就恶心了，怎么着？吐出来，你吐出来。哎呦，你们两个大活宝逗我开心，陪着我笑，我真的是谢谢你们喽。没事就。你好。什么？我不管你有多少理由，办事情总要有规章制度的，法律保护的吧？不能你说我店的生意不好就让我搬走啊！多付1倍的违约金，哼，我就一句话，租约到期我一定搬，不到期一切免谈。店怎么了？业主要提前解约，尽快腾出店面。什么？太后娘娘，小人好想你，你出来，还出来抱抱朕呢！太后，你出来抱抱皇上！不是，我们怎么才能进这窑洞把太后娘娘救出来？皇上，这边。我要我的母后！你们3个给我冲我要母后！柳儿一定会把太后娘娘的肉身带出来的。去！哎呀，走！走！怎么又来了？有没有搞清楚啊？赶紧走！队长，站好了，这么松，怎么做保安呢？摸这儿，摸这儿，有感觉吗？有。这里，有。哎呀，队长，咱们保安还讲究这个吗？这个是我的个人爱好，是我个人爱好啊！真顽皮，队长。我吧，这1年多是没有锻炼啊，这个肉是有点松，但是我因为恰恰意识到了，咱们保安这个职业是伟大的啊。他那个身材只是用来唬人的，主要看身手。队长，身手啊，我给你来一下子。嘿，好，不错。队长，你看我，不错啊！我呢，从小就周游欧洲各国，什么英国、法国、意大利，哪个国家我没去过？那些大型的典礼我都参与了，那些保镖我全见过，都见过。我跟你说啊，至于那个黑手党，
黑手党啊，铁哥们儿，黑手党，铁哥们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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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队长，你这样看咱们应聘，别了，兄弟，我这里都是菜市场的小保安，1000多块钱1个月。不是队长，那个队长，你再考虑。要不这样，聊点别的呗？啊，好吧。不，不，好吧。那别了，队长，你再拍，我出去了啊！队长，我得出去了，我就不行了，这个。留个电话给我呀。队长，闭嘴！哼。臭流氓！我牛宝宝，你还以为你是叶家三少吗？还是意大利黑手党？你真是个鬼呀！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！叶波。大哥，放开我！少了这1年多的时间，你跑哪儿去了呀，大哥？我可找着你了，这1年多你跑哪儿去了，大哥？放开我！不，我找你找的好苦。放开我！不放，打死我也不放！怎么回事，欧云？啊，哎，兄弟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啊？来，你走开，大哥！你如果永远跟我在一起的这句话你都忘了吗？我可是刻骨铭心呐！喂，你别这样，欧云啊，快，别闹好不好？你松开！我怎么可能认错人呢？我连我大哥身上味道都记得，这就是我大哥。欧云，快，哎，兄弟，别闹了行不行？别闹了！你松开，老子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嫉妒我跟大哥亲，故意在背后使坏，不让我跟大哥见面？跟哪儿？你胡说什么呀你？他知道你是谁，他还认识我。你别演了，大哥，这次我再也不让你离开我了。难道他是我的？我真的是啊！不是这什么呀？这就是你以前跟班的一个小弟。大哥，你怎么了？你真的不认识我了？叶波，叶波，帮我打一下啊！叶波，老大，千万别跟他说我和叶波在这儿。哦，还有，他问你什么，打死也不要承认。大哥保重。什么跟什么呀？关键时刻一个都靠不住。李欢，真的是你啊，李欢！你这一天跑哪去了你？叶波呢？他是跟你一起的吗？小姐，我看你也不像是诈骗团伙的人。你认错人了，我的确叫李欢，可是我根本就不认识你。你叫我小姐？你不认识我啦？峰峰呢？他知道你回来了吗？对不起。怎么可能啊？你怎么可能不认识我？我为什么一定要认识你？切，因为我是大明星芬妮啊，没有人不认识我。你肯定是故意跟我撇清关系，是不是？我不需要故意跟你撇清关系，因为我根本就不认识你。对不起，我有事要先走了。幸会。
他明明就是李欢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芬妮小姐。我能跟你交个朋友吗？感觉我有很多事情要问你。当然可以。其实，你跟我一个朋友很像，一个失踪多时的朋友。你的朋友为什么会失踪？具体的我也不清楚。我离开这1年了，原本这次回国是想和老朋友重聚，可没想到结果竟然是这样。遇见了你，你不认识我；见到了他，他却躲着我。不过没关系，我相信缘分。如果有缘的话，一定会再见面的，对吧？有趣。没什么事情，我去谈工作了。回见。你这皮放的也太臭，我去，受不了了！扛，分你还没走远呢，你扛不住了。说吧，到底是演的哪出啊？怎么，你也要告诉我，你也不是鳄鱼是吗？不是，芬姐，好久不见了。我早就看出不对劲儿来了，李欢，我怎么可能认不出他来呢？但他硬要是不承认，我还真拿他没辙。要是冯峰在这儿，肯定扯皮拉筋，弄到他承认为止。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老大他失忆了。失忆？他为什么会失忆啊？那个时候，他说他出去办点事情，也没让我跟着。等我发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躺在火海之中，不省人事了。幸好他没有被大火吞噬，只是头部受到了重创。加上他之前交代过我，不能告诉冯峰、叶波和你，我也就没敢声张。后来我还去了火海现场，却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。我把他救回来以后，他就一直处于昏迷状态，昏迷了几个月。醒过来的时候，就不记得所有发生过的事情，虽然还有点残留的记忆和习惯，却全然不记得为什么会这样。老大他现在连自己是谁都想不起来了。他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呀？我也觉得奇怪。当时我们怕警方和仇家过来找麻烦，所以我们凡事都低调行事，就连工作上的事情，也是我替老大出面的。我要告诉冯峰，告诉他李欢回来了。哎，芬妮姐，千万不行！失忆的事情还是小的，还有更糟糕的。但凡他只要想起过去的事情，皮肤就会出现衰老的现象，特别是提到冯峰，就更严重了。衰老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他去看过医生了吗？我认识很多有名的医生，我可以帮忙联系的。早就看过了，不过所有的医生都查不出病因。不过还好，没有其他不良反应。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做保守疗法，不让病情恶化。所以千万不能联系冯峰。大哥好不容易活下来，你也不想看见他有什么三长两短吧？那倒是。
你有叶波的消息吗？叶波啊，没有啊。我刚才看见他了。没。喂，哎，我在停车场。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，马上过去啊。我还有事儿，下次再聊。啊，你忙。照顾好李欢。哎。我的联系方式从来没有变过，什么时候想见我，都可以来找我。啊。来，尝尝我爸做的养生汤。今天晚上呢，3菜1汤，怎么样？够不够？不够的话，我再去买。哎，足够了。其实你不用这么忙的，我可以做的。不可以，快坐下。你刚出院，快坐好。来，那。谢谢。太热或是太凉就告诉我。怎么样？正好。西边出来了，会洗衣服，会做饭了。你以为都跟你似的，蠢女人？这又不是什么高难度技术活。快吃吧。李欢。不知道能不能保住我们的等一个人。我们不能收留你。那这张支票你拿着，不够再问我们要。100万，大哥，这是你的意思吗？是。我叶波现在是穷，穷得连一身像样的衣服都穿不起。但是我不在乎。我在乎的是跟大哥当年的那份情谊。
大哥已经不是当年的大哥了，我们也有难处，你就不能体谅一下吗？别带上我啊！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不是老大，你呀！我就知道，是你嫉妒我和大哥，你想一个人独占大哥。好，既然你不体谅，那请吧，请出去吧。大哥，我不要离开你。你想起我是我了？我突然有个想法。什么想法？虽然我已经不认识你，但是看到你这么真诚，让我有莫名的亲切感。鳄鱼啊，你最近的工作量已经很大了，需要有人分担一下。我不需要，老大。我需要。以前的事情，你不想告诉我的，我都可以问叶波人。不是，你给我出去！你别闹了，行不行？你出去！别闹了，够了！不要生闷气，以后有事还是你说了算。老大，我说你，我又从一个小小的猕猴桃，变成当年那个牛宝宝了，有大床睡了。我只是输在没有在他之前认识。嘴唇抽筋了，干啥呢？这深更半夜的，吓唬谁呢？既然你真的想他，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他呢？我觉得芬妮也挺关心你的呀。老哥啊。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？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。刚刚开始。哎，有没有人说过你笑的样子真的很丑啊？真是辜负了本将军这张脸。这是你的福气，我只是在你四肢发达的身体上安上了一颗强于常人的脑袋。好，那本将军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四肢发达。喂，你是不是傻呀？这可是你自己的身体，你搞清楚。大丈夫不拘小节，这点小伤不算什么。你，哎呀！哎呀，哎，这，哎，哎，将军，
什么事啊？哦，您上次吩咐我找寻家业的遗物，已经找到了一本书和这个盒子。打开它。退下吧。是。丽欢，咱们老朋友又有机会见面了。我到底是谁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怪人，你的病好了没有啊？我刚找到了几个治疗你皮肤病的秘方，实在是太兴奋了，兴奋的睡不着觉，想与你一起分享。你还记得我的病？当然记得，你忘了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吗？大医生，愿闻其详。我的治疗方案分为2种，逗号。我的治疗方案分为2种，第一种治标方法，用针在脸上刺破无数针孔，刺激肌肤底层快速增生骨胶原，恢复光泽比例肌。第2种，把患者含有抗体的尿液再次注入回体内，促使微弱的细胞复活，增强自然治愈力以及免疫系统。好了，把手拿出来吧。我的手已经被你扎得手无完肤了。那就换另一只手呗。怎么个再多种法？简单又无痛的方法就是喝下去。No， 没关系，我还有第3种方法。每到正午时分，太阳最毒最猛烈的时候，赤身裸体的在太阳底下暴晒，让身体吸收至正至阳之气，将身体的毒气全盘逼出。这个倒可以尝试。不过，你是在哪里得到的秘方呢？网上啊。这饭有点犯甜啊。您好，您的菜。
请慢走。请问冯小姐在吗？哦，我就是。怎么了？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不要再来骚扰我们。还有你那个什么大业主，我呸！有本事让他来找我谈。就算他来，我们也不会屈服。上法庭我们也站得住脚。我知道，您二位千万别生气。我也知道二位的难处，不过这是我大老板亲自吩咐的，我这不也是无能为力吗？无能为力就不要在我这浪费我的时间，请走吧。冯小姐，你耳朵背啊！出去。哦，再见。他们干不了什么的，道理在我们这边。放心吧，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我扎了那么多次了，还是没有办法准确的找到血管的位置，你看住我吧。你想打退团鼓啊？我不想，可是，其实我欺骗了你，我还没有毕业。虽然我很想成为一名好的医生，但是就是没有天分，只是我自己不愿意承认而已。嗨，谁说你没有天分的？我不会以貌取人的。怎么，很失望吗？明天见。他是那个坏人。老大，关于哪家店，你再想想吧。给我一个理由，是你办事不力，还是店主难缠？什么店啊？就当我办事不力吧。还要多少钱？到底什么店？我可以帮忙。对方不要钱。哎，等会儿，不要钱？他是傻呀？不是不要，是嫌不够多，再加。这根本就不是钱的问题。不是钱的问题，那就是情喽。情？哎，不是，你们两位到底谁能告诉我是什么店呢？等一个人。等一个人？大哥，你不会这么绝情吧？那家店不是那个谁那个也是啊，手上活都那么多了，还在这闲聊。我还得对付那个难缠的老陈呢，是吧，老哥？可不是嘛。好吧，那就再缓缓吧。哎，老哥，看见没有？我大哥还是听我的。
拉开了帘子，还有那360度无死角的脸庞，还有那温柔的声音。怎么，很失望吗？还有他那逆天的大长腿。哦，天哪，怎么可以这么帅？多少遍了？多少遍了？18。可能这就是缘分吧。自从那天在医院见到他，我就觉得那种感觉好奇妙，感觉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促使着我去帮他。哦，天哪，我的心为什么跳得这么快？扑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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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跳心脏病快犯了。我说你醒醒吧，我听了18遍，真不知道你激动的点在哪儿。逆向思维一下，人家明明嫌你丑嘛才拉帘子的，你还歪起来了，真是佩服。你提醒了我，逆向思维的话，他说我一定可以成为一名好的医生，还拿我跟爱迪生比，而且他还挨了我那么多针，还极力的挽留我，不让我走。你们猜这是为什么呀？静静，都3个小时了，你快吃饭吧，一会儿晚餐的客人都要来了。真相只有一个。你吃不吃啊？不吃我收了。你看你，怪不得你没谈过恋爱，这恋爱嗅觉也太差了，这不明摆着的吗？他对我有好感。疯了，真是疯了。我给你把菜热热吧。他就那么帅气的拉开了帘子。大哥，你不会这么绝情吧？那家店不是那个谁，那个说累了吧？快吃吧。对不起啊，刚才只顾着自己说，都没有考虑你的感受。哎，对了，最近店里情况怎么样啊？反正现在也想不了那么多了，过一天算一天呗。快吃吧。喂。这位先生，哎，刘儿，不识嗟来迟，继续走。走。对不起，我们打烊了。来者是客，却把客人拒之门外，不拿顾客当上帝，差评。怪不得你这里没有生意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我们老板娘今天有事出去了，所以得提前关门。你是干嘛的？我是看店的呀。你老板娘还兼厨师？啊，那不是一有点什么事情就做不了生意了？完全不懂得经营之道，完全是个很差的管理者。您到底有何贵干？这菜色单调，没有特色，怎么能有竞争力？你到底谁啊？找茬的还是管闲事的？我，你们的救世主。
我是你们这里的业主，看不过眼你们这样的店还生存下去，影响市场生态，浪费资源，所以我决定把这个店收回去，将这一带打造成美食王国。我知道你们的租约还没有到期，我愿意付3倍的违约金，帮你们定。Shut up！ 别一副什么都懂的样子。我问你，制作美食最基本的原则是什么？新鲜的食材，美味的调料。错，是情。没有感情的食物打动不了人心，也招揽不了顾客。你那个所谓的美食王国，在你冷血的经营下，一定很快，肯定就被灭了。情，老天给了我忘情的本领，却给了我赚钱的本事。这美食王国不过是我赚钱的工具而已。就如你所说的，一旦灭了，就再另寻生机。你好，我就是今天接到电话拐个皇帝的作者扶风。啊，你好。你们这帮人满脑子都是圈圈叉叉，还能想点别的吗？龌龊！龌龊，嘚瑟个啥？就是。什么人呢？萧公狗，你说是不是老天爷在惩罚我？那些无良的制作方要把《拐个皇帝》拍成3级片，那是我们的记忆，我却守不住它。还有我们的店，也快守不住了。我真的是好没用啊！如果你在的话，一定有办法解决。喂，黄辉，有什么事儿吗？什么？业主到店里去闹事儿？你等着，我马上回去。哎，柳儿，母后今天会出来吗？我们一直没有找到太后娘娘的肉身，即使她出来了，我们也救不了她。姐姐，那可怎么办？姐姐，怎么办？等等我，姐姐。哎，福少，你去哪儿啊？姐姐，哎，什么姐姐？哎呀，不要添乱了！哎，等等我！还有人和我一样，喜欢在这里吃鸡爪子。唉。还是这里好啊，耳根清净，远离那些小人的喧嚣。哼。
吃一个，很好吃的。谢谢谢谢，行行好吧。早点回家吧。嗯。天儿冷了，早点回家，啊。嗯。爸爸，你别丢下我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惹你生气了，爸爸。怎么回事啊？谁是你爸爸呀？哎呀，快快快，闪开，闪开！爸爸，求你不要打我了，我疼啊！干什么呀你？就是的，怎么这样？让爸怎么这样？太不像话了，这样。我跟这个孩子没有关系，没有任何关系。没有关系。爸爸，你看大家都在看呢。小朋友，你认错人了吧？还是拿我学开心呢？你不给我钱，我就大哭不走，你看着办吧。爸爸，你不要丢下我，我真的错了。全都给你，都拿走。好人真的不能做，好心没好报。父皇，父皇，父皇！又来一个！你们这是团伙呀！皇上，呸！太上皇，太上皇！老大，世风日下，现在骗子都这么大的规模，诈骗集团呢！滚！给我滚！皇上，父皇，我是人生。太上皇，我是柳儿，柳儿。滚！全都给我滚！招式都没有，你不能不要皇上啊！老子没钱了！我不要钱，我要父皇！给我闪开！给我滚！父皇，皇上回来！皇太上皇，皇上，你慢点！走走！哎呀！李欢，上上！皇上，你慢点！皇上，太上皇！快开车！放开！皇上！是你。